電影評論學會頒發嘅獎，頭先唔記得多謝香港電影評論學會，覺得嚇你咁大鑊啊！係啊，收翻個獎啊！冇啊冇啊，呢個係我第一個我衰嘅，因為我最近好忙，咁我就咧冇去睇評論學會嘅頒獎係一個點樣嘅制式嘅頒獎，我以為淨係影相，因為我之前睇，又唔記得多謝香港電影評論學會，又唔睇下佢哋嗰啲以前啲係點樣頒獎。唔係啊，因為大會過嚟收翻個獎。因為我之前睇，我係有睇過新聞，我睇過新聞嗰個相就係咁樣咯，我就以為係咁樣攞住個獎咁。唔係多謝，記得多謝老闆咪得咯，啱啱係講得切嘅。我衰，我以後唔敢啦。我錯咗一次，我唔會再錯落去噶啦。有錯誤先至會進步同埋成長，從錯誤中學習噶嘛。係喎，係啊，唔怪你進步咗咁多啦。因為我錯。